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8号。这一期咱们不讲段子，也不讲经济咱们讲一个人。用这期视频和大家一起送别一个人。就在昨天，2026年7月7号，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国投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尚文博士因病离世，年仅55岁。今天为什么要聊他？我看了很多媒体报道，实际上很多人对高尚文不陌生，可能比我还要了解。我对高尚文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他以前在网上有一些视频，有一些片段我看过，我仅此而已，不太了解，还没有我对任泽平老师知道的多。所以说这个很遗憾，其实也聊不了什么东西。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记忆犹新，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说一说。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下高尚文，至于他有什么主张观点，他有什么的这个著作这些我都不太清楚，但是不影响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聊。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金融圈、投资圈乃至无数关注中国经济的普通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因为他毕竟才55岁，叫天妒英才英年早逝。这55岁正是一个经济学家智力、阅历、洞察力叫黄金巅峰期，不为过。这就像极了《三国演义》上36岁的周瑜，所以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觉得英年早逝。我看有媒体报道，他可能是2025年年初就不舒服，到各大医院去查，最后确诊是胰腺癌还是什么淋巴癌。完了之后在北大什么医院做这个叫积极治疗，就主动治疗那种各种手段都用了。他人比较乐观，跟病魔做斗争。我想这些东西网上都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在如今这个动不动就发口罩、真话越来越稀缺的互联网上，高尚文的离去不仅仅是金融界损失了一个常胜将军，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失去了一个极少数还敢兜底说几句真话冷话的清醒大脑。也就是说，他说的对不对我们姑且不论他的观点，但是敢这么说话的越来越少。高尚文生前在业内有一个外号叫诸葛亮式的分析师，因为他曾把分析师比作诸葛亮，强调是客观严谨基于因果关系的理性分析能力。但是我认为他身上最迷人还不是那种神准的预测，那预测准不准？那有人也很准，就再准的人他也不准的时候。预测高尚文自己也说过，比如2006年资产重估，2010年刘易斯拐点，或者是2023年房地产超调，这都是他预测的。但是最让人赞赏的是他的那份不媚上不欺下的这种骨气。所以今天咱们就要好好聊一聊，盘一盘，在这个假话连篇、阿谀奉承成了生存法则的时代，高尚文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为什么说你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你必须要赞赏他说真话的勇气。在这个时代说真话那必须要勇气，需要梁静茹的帮助我看媒体写，了解高尚文的人都知道，说他是个极有意思也极其谦逊的人。现在很多所谓的专家一旦预测对了一次，恨不得把尾巴翘上天，到处吹嘘自己是国师预言帝。但高尚文呢，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的呢？用他自己写的一个流传极广的对联就可以知道。这是高尚文自己写的，上联叫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也就是高尚文自己写了一副对联，拿对联来自嘲。这个经济学家都是这样，对过去的解释那是头头是道，动不动就是日本消失了30年，对过去是吧分析头头是道，但是对未来呢预测那是躲躲闪闪，误差惊人。这就是经济分析师。高尚文在自己的著作《经济运行逻辑》里坦白地写道，他说人类经济系统太复杂了，未来是无法准确预知的，绝大多数分析师无法持续准确地预测趋势。我们的职责更是给投资人施以补缺，完善思路。也是高尚文他主要是投行是吧，是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是宏观研究，是卖方报告是吧，
就是像直播的时候或者做节目，很多人经常问，你觉得房价什么时候跌到底了？你觉得对吧？经济什么时候好起来啊？你觉得经济什么时候见底啊？这一大堆的，你说谁知道？这经济学家自己都说了，无法预测。人类经济系统太复杂，如果你能预测，那，但是为什么好像似是而非？我们现在回头看过去的这个什么大萧条、经济危机，好像都有人预测对了，那叫幸存者偏差，那跟算命是一样的。你每次大地震，每次出现什么大的事情，总有人在网上说，有人已经算到过了，在哪什么时候算的，甚至有人说3000年前就有人算到了，或者说刘伯温已经算到了，那这种东西非常多，没有意义。所以这就是境界，这就是对市场的清醒与敬畏。你看任泽平老师现在天天就说自己预测对了，什么科技牛，什么注水牛。我看他也发了关于高尚文的一个纪念文章，他通过悼念高尚文，顺便把自己吹了一把，说当年的什么3剑客，一个是高尚文，一个是什么周天王，一个叫任我行。任我行就是他自己啊，任泽平，顺便吹一下自己。我感觉他是要带货啊，或者是在要割韭菜，教人炒股嘛。这高尚文他还说，对预测未来心怀恐惧，对市场波动充满敬畏，在保持数据的密切追踪中，随时准备承认错误并改变看法。因为敬畏，所以他从不瞎吹；因为清醒，所以他在2012年就主动退出了那个让无数券商分析师抢破头的新财富评选。新财富评选，这个高尚文好像连续8年还是几年荣获第一。他2012年人家主动退出，不选了，认为那个没有任何意义。别人为了排名天天跑关系搞公关，他却淡淡的说，这种排名对个人意义已经不大了，只会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更在乎的是逻辑，是因果关系，而不是资本市场的塑料奖杯。高尚文有一句名言，点破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转型的本质。经济转型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转弯，速度太低也会出问题。还有那句针对宏观调控的良药苦口，不要对宏观经济企稳、新周期等抱有太多想法，接受经济下滑的现实，自下而上埋头苦干才是应对主要策略。也就是下滑已经是现实，要接受认识到，你要承认你才能去改。这每一句话放在2、3年前甚至5年前的语境里，都像是一盆盆冰冷的水浇在那些天天高喊着新周期大国崛起赢麻了的狂热脑门上，浇了一盆凉水。高尚文的这个宏观分析核心就4个字，叫因果推断。他总能在大众狂热的时候用冰冷的数据指出房间里面的白象，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合时宜的清醒，让他屡屡陷入舆论的风波。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网络上流传出一段他被无数人奉为最后遗言的悲凉文字。什么文字？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叫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成长入开元天宝时期的人以为盛世是常态，谁又能想到他们大多数会死于随后的安史之乱。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静观其变。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这一次无法摆脱危机回到正轨，这一代人就可以洗洗睡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洗洗睡了。开元天宝后面就是安史之乱，年轻人最可怜，可以洗洗睡了。读懂这段话背后的悲凉了吗？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说洗洗睡不是真的睡，也不是真的躺平，是说你要接受这种接下来这种低迷低增长，你不要老想着在这种时候还要发家致富，还要什么突破自己的圈层，还想着不劳而获或者超额利润等等，这都是不切实际。也就是他洗洗睡是指这个意思，不是说让你别干了休息。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这种解读非常片面极端，是他说洗洗睡的目的恐怕就是你不要那种激进投资了，也别指望着，因为他是券商的宏观经济分析师经济学家，他肯定说的更多是投资这一块，而不是说你把手中工作放下来你去睡觉，你等死混吃，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说很多人非常片面，他主要还是这种教育体制，这种叫洗脑教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的意思，或者就把别人的意思能准确读出来理解。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就容易出现二极管极端现象。那些成长在2000年到2015年之间的年轻人，见证了中国加入 WTO 后的狂飙，见证了房地产的暴富神话，以为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盛世繁华是理所当然的常态，就像唐朝开元盛世底下的普通人一样，以为歌舞升平会永远持续下去。当高尚文用他那高度敏感的经济学触角，早就觉察到了水面下的暗流涌动。他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下刺眼的社会断层。他说，对老年人而言，有固定的退休金，收入预期没有任何影响，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工作难找，纷纷节衣缩食。作为一个已经财务自由、功成名就的学者，大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天天歌功颂德、感恩、感谢、感激、鼓掌，但他没有。他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一代可能要洗洗睡了的年轻人。其实这种悲凉不仅属于年轻人，也属于他自己。根据财新报道，在2024年年末的一场演讲风波之后，我想这个演讲风波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当时是有2个人，一个是东北证券的付鹏，咱们在节目也转播过。高尚文那一次风波以后，高尚文的微信公众号就被发了口罩，限制访问。紧接着，行业出台了极其严格的自律管理通知，要求首席经济学家参与各类活动发表观点必须事前报备，通过重大事项审查，没有拿到批准，一律不准私自发声。这个大家知道吗？这就好比相声演出、歌手唱歌、脱口秀演出都一样，要提前报备你的台词、你的唱的歌词、你的脱口秀你说的什么东西，不是即兴现场发挥。要即兴现场发挥，那你就没有下一次了。那经济学家也喜提同样的待遇，就是你去论坛发表演讲，那讲稿要提前报备，要审核。虽然你懂专业，你懂市场，但对不起，时代变了。当你被这股庞大而不可逆的秩序力量发了口罩，纳入统一规范之后，所谓的文人风骨、学术自由，其宿命也不过是变成新时代秩序下的一条沉默的新闻。当你的嘴巴被戴上无形的口罩，你不能再拿着因果关系的这种学说去解释繁华底下的脓包。当时还有一个比较能说的、敢说的，就是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后来付鹏也是喜提口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尚文更加显得是吧难能可贵。所以我一直说，这经济学家专家的观点你不一定会全认同，他自己都承认他也不能全对，很正常。但是有这么一份敢说一些不一样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有这样的一个坚持，一个要求，一个操守，这个值得称赞。高尚文犹如说真话，被频繁发口罩，被边缘化，最后带着遗憾离世。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群活跃在聚光灯下的所谓经济学家。现在互联网上充斥着多少无耻的两头吃的专家呢？因为他们懂得看风向，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被发口罩。经济下行的时候，他们告诉你这叫技术性调整，是在下一盘大棋。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们建议你把闲置的空房子租出去，开着私家车去跑滴滴。消费萎靡的时候，他们跳出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终极目的是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他们绝口不提怎么提高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这些伪专家，他们研究的不是经济学，他们研究的是厚黑学和读心术。他们像加头老师一样是观风向，他们不会看真实数据，他们只会看上面的脸色。他们不对市场和底层负责，只对自己的乌纱帽和出场费负责。天天在电视上报告里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把丧事办成喜事。尤其是在地缘政治这一块，经济界这块还好一点是吧？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大家看不明白。但是在地缘政治这块，那专家天天在电视上信口雌黄，结果天天打脸，他天天坚持去信口雌黄。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能够这样坚持？
这个也不容易。比如说只要美国敢动伊朗，那伊朗半个小时之内就灭掉以色列。还有什么？马杜罗为什么不慌？萨达姆为什么不慌？高尚文曾用一句话把这群人的虚伪扒得精光。哪句话？就是掌握生产力的人适合出海，掌握生产关系的人适合留在国内。这话自己好好理解一下。所以为什么说年轻人不行，你就出国？掌握生产力的人适合出海，掌握生产关系的人适合留在国内。这话已经非常委婉了。那些天天在家里琢磨着怎么折腾生产关系，怎么揣摩善意，怎么靠说假话加官进爵的人，他们确实适合留下来吃香的喝辣的。毕竟他们连呼吸都能配合口罩的节奏。而真正懂得怎么创造财富，怎么面对市场的人，早就被这群所谓的经济学家逼得无路可走，劣币逐良币。这个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我们也经常引用，叫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我们做不到说站出来大声疾呼，每次都能做到，这个做不到。有的时候你只能闭嘴，但是我保证讲的话都是真的，假话全不说。我可以闭嘴，但是我要讲的，我要保证它是真的。但不是说所有的真话你都说，那真话说出去口罩就来了，口罩还是轻的。所以在如今这个精密的社会机器里，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能当孤勇者，对吧？如果你迫入生活压力，有些真话选择咽进肚子里，或者主动戴上口罩，保持沉默，这叫人性，应该予以理解，不能道德绑架。但是你绝对不能为了迎合，为了谄媚，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去大张旗鼓的编造假话，去给正在承受苦难的牛马韭菜喂毒鸡汤。在这一点上，高尚文做到了。他的预测，他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模型你可以不采用，他的书你可以不读，但在那条随时准备发口罩的路上，他至少守住了假话全不说的底线。相比那些天天在屏幕里赢麻了，对吧，青产市遥遥领先的这些人，吃人血馒头的御用文人呢，野生国师是吧，单书房行走。那么相比较而言，那高尚文的脊梁骨那比他们要硬一些。高尚文走了，年仅55岁，他的老师曾寄予厚望，说高尚文以后是能够做出一些东西的。他确实做出了东西，他留下了一套独立的分析框架，留下了几本沉甸甸的著作，更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洪流时最后的箴言。高尚文经常说的就是我已经财富自由了，因为他是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收入不低工资不低，所以他说我财务自由了。这就是我的观点。我经常的观点就是，你已经没有生活所迫这种，那你就没必要再去撒谎，再去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为了那三瓜两枣的，为了提高自己改善这个收入，你跑去干那些亏心事。这些亏心事谁干？都是那些在底层的小商小贩，他生活所迫，还有一些牛马韭菜生活所迫，他没有办法，他有的时候做一些这些事情，那你只能予以理解。什么叫生活所迫？他下顿饭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下个月干啥他也不知道，以什么手段谋生都不知道，那这种那只能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如果你已经不愁吃不愁喝了，你已经养尊处优，这样的人你还去搞那下三滥，那这个社会他能好得了吗？所以从这一点上说，那高尚文他做到了。他说他已经是养尊处优，没有受什么苦。他说我已经财富自由了，我收入已经可以了，所以选择说一些真话，不再同流合污。实际上要求并不高，我们跑去大街上要求那个小商小贩的坚守底线，这个是可以的，你可以教育，但是你去要求他，你显得有的时候迂腐。我们不提倡小商小贩这种短斤少两，我们也不提倡牛马韭菜为了生活就非得，但是有的时候生活所迫。所以你看美国它不还有一个政策吗？所有的州那好像是$900以下的不入刑，是这样的，我具体不太了解。那所以说那叫什么叫零元购？对，零元购有阵子不挺火的吗？零元购什么意思？他都混到这份上了，这些人他混到这份上，日子过不下去是社会的责任，不是他们。他这个逻辑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社会的责任。所以说，这些人到你超市，只要拿900块钱以下的东西，你不能拦着他，好像也不能管他，是吧？也起诉不了他，还是怎么着？叫零元购。当然了，这个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感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对底层人反而不能要求太苛刻，因为这个社会提供的环境让他都没办法自己养活自己。那你说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但是我说远了，这个话说的有点太远。所以高尚文说，如果这一次无法摆脱危机回到正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可以洗洗睡了。这句话很绝望，但我想大家听到的都是他藏在绝望底下的苦口婆心。他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再被那些廉价的宏大叙事所自我感动。在这个连首席经济学家说话都有可能会发口罩的时代，作为普通的人，我们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像高尚文一样，对市场保持敬畏，对常识保持死守，多看一看真实的数据，少听听专家画的大饼，多关心自己下个月的收入和眼前的生活，少去为那些遥不可及的宏大概念而热血沸腾。你可以选择在危机面前洗洗睡了，但至少在睡着之前别闭着眼睛说胡话。所以今天聊一聊高尚文。实际上我对高尚文的书我也没看过，他写的文章我也没看过，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说一说，但对我很有感触。因为我记得当时因为说话而被发口罩的，一个是傅鹏，一个就是高尚文，而且高尚文说的比傅鹏更加直白露骨。那你现在回头看看，2年前他说的是对的，没有说错，当然不能说他所有说的都对的，他这么多年他肯定说了很多话，有些话是吧，有些过头等等，这不重要啊，这本来就应该提倡这种自由表达，大家充分辩论，是吧？理越辩越明。我们再聊一聊胡适。最近我把胡适这个节目，关于胡适的部分放在后面，我看有很多网友说看不到胡适节目，实际上这个节目就是胡适节目。也就是这个节目如果只聊这个胡适里面的这些内幕黑幕，这个播放量不是太理想，所以说这个节目稍微做一些改版，但是这个胡适的部分放在后面。如果你连这儿都没看到，就恰恰说明你也不关心这个节目。那今天胡适走势确实这叫全球资本市场的定海神针。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跌0.49%，跌了19个点，而且是尾盘明显的就往下来一下，这是为了明天早上好跳空高开呀，所以尾盘给它下了一点，只回调0.49%，就0.5%。深圳成指稍微调的多一点，1.87%，北证50是2.59%，这个都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早上一高开，是吧？就是立马你的损失就没了。科创综指只跌了0.44%，跌了10个点，所以说走得非常稳。除了深圳成指、北证50稍微回调多一点，这都是主动的。现在上证指数已经在3970点。这是为了在这儿多等一会儿，等那些还没有上车的人，这个好他们转换思想，赶紧上车。这个成交额比昨天又少了160亿，2.58万亿，说明这个筹码锁定性良好，大家都不愿意抛弃手中便宜的筹码、值钱的筹码、高质量筹码，所以说成交量有萎缩，2.58亿，有很多入市的人，很多上车的人买不到筹码。又没人卖呀，所以成交量就弱一点。所以说咱们胡适是非常稳定，今天1600家还是上涨的，为我们的金融消费者带来了欢乐，带来了财富增长，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主力再一次派出3790家倒车接人，来渡人，渡很多还没有上船的一些这个冥顽不化的这些手上还有钱的。主力这次是诚意满满，3790只股票回来倒车接人，而且现在你们都嫌高是吧？很多人说40年以上，人家现在已经到40年以下来接人了，这个点位不高了，所以想上车的赶紧上车。为什么说咱们是定海神针？你看看美西方和日韩亚太股市，那简直是惨不忍睹。首先看看昨天美股市纳指是暴跌1.2%，三大股指全线下挫。道指跌了130点，跌幅是0.25%，这个暴跌0.25%。不要看它是0.25%，咱们是0.5%，好像它比咱们少一半，实际上它这个0.25%很危险，它这个0.25%就属于暴跌。纳指跌了1.16%，那也属于暴跌。虽然我们的深圳综指跌了2%，那我们都是主动回调，小幅回调。纳指是跌了302点，暴跌1.16%，是一种这个叫崩盘走势。标普500指数跌了33个点。
跌幅是0.45%，那也是暴跌。芯片股血流成河，闪迪跌了7.3%，科磊跌7.2%，超微半导体跌6.5%，美光科技跌5%。这些半导体也是崩盘走势，正因为昨天美股崩盘走势，所以导致今天日韩股市来个暴跌，亚太股市全线走低，韩国综合指数跌了5%，盘中再一次触及临停。韩国股市动不动就临停，有时一天临停2回，指数跌了5%，这什么概念？韩国的综合股价指数那就像猴市一样的上蹿下跳啊。SK 海力士盘中最大跌幅达5%，三星电子跌幅一度高达7%。问题是三星电子本周早些时候刚刚公布季度利润同比暴增19倍，居然它也暴跌。现在说资金现在完全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涨的时候不问理由，疯狂的上涨，跌的时候也不看业绩，玩命的往下砸，夺路而逃。韩国指数从最高点到现在它跌了有20%，20%按照很多老股民的说法，就是从最高点跌了20%，就进入叫技术性熊市。那牛市结束了，后面是熊市，要按照这个走法。所以说韩国的指数，你再看看咱们大 A 是吧，4200点到3900点，很稳稳压舱石嘛。说来说去，作为韭菜，你要去这些市场炒的也是很难的，因为它非理性。海力士、三星的这个利润只是成倍、几十倍的增长，但是股价照样跌，那人怎么办？现在敢不敢加仓？还是咱们这边好？我们这边不讲这个，对吧？所以就没有这个烦恼。我们讲的是市梦率，3万倍，没毛病，对不对？7月6号，叫国民力量党议员、前总统候选人安哲秀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杠杆 ETF 在政策上已经彻底失败，为了让韩国股市恢复正常运行，应该采取包括摘牌退市在内的纠正措施。你看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安哲秀还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已经堕落成赌场。他喊话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追究金融监管机构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但是如果你说这个韩国的牛市结束了，这恐怕好像也有风险。结束了吗？不好说。但是如果你认为没结束，我估计韩国人也不敢追。路透社说，韩国股市外资如机构投资者已获利了结。什么意思？就是很多外资已经早跑了，剩下的其实韩国的散户在那儿山顶上瑟瑟发抖，机构投资者也已经获利了结。说来说去，亚太股市日韩股市非常迂腐。这个时候还讲什么市盈率，讲什么盈利，有什么用？你得讲故事，你学咱们这个胡适，你把故事讲好。一个光知道挣钱的股市有什么前途呢？对吧？你就是业绩增长了20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故事讲好。所以我是建议韩国有关方面，不好意思，应该派出一个强大的代表团到咱们这儿来取经学习，来看看咱们这胡适是怎么整理的，怎么治理的，这么稳定。也别不好意思，来我们这儿来，欢迎来交学费。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